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7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6篇，列王记下卷第6章第1到第7节，路加福音第10章13到16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斧头。台湾人普遍很少看到斧头。那记得小时候，我们家隔壁邻居有人是在做这个卖柴火、木炭生意的。那我们经常到他们家里面，都会玩他们家的斧头。他们家的斧头是用来将非常大块的木头砍成柴火的大小、体积，然后是他们的赚钱工具。就让人家可以放在这个那个炉灶来起火。前年呢，在武汉肺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在美国，全家应该是说全国都被美国政府要求要在家里居家隔离。那因为都在家里面，我们就做起了整理院子的工作。修整了院子里面呢8棵榕树的树枝，锯下许多比较粗的树枝、树干。那我们就买了长短各一支的斧头，在家里就一起来砍柴，也体会了圣经所描述以斧头来当成工具，将树枝整理成合适的使用的这个尺寸。在今天的圣经里面，一群先知们抱怨着他们住的地方太小了。那他们是非常遵守伦理原则的人。他们首先取得了他们的老师先知以利沙的准许，就到了约旦河旁边去砍伐树木，准备用来当建材，另外建房屋来居住。他们借了一把斧头，却不小心将斧头的头给掉到这个约旦河里面去了。他们非常的紧张，就来求助以利沙。圣经记载，以利沙就行了神迹，非常巧妙的让这个斧头的这个铁头自己从水底浮到水面上来。这种在常理上面无法理解的事情，我们都知道这是上帝的能力所赐予的，所以我们称为神迹。斧头在圣经里面出现的几率并不高，除了今天的经文我们所看到的以外，大概就是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这个记载施洗约翰在约旦河旁为人洗礼的时候所说的话。施洗约翰说：“你们这些毒蛇类啊，什么人们警告你们来躲避上帝的盛怒呢？当用行为来证明你们是悔改的。你们不可以自己想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我告诉你们，上帝可以用这些石头为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斧头已经靠在树头上了，所有不结果子的树都要将它砍下来，丢在火里。我用水给你们洗礼，表示你们已经悔改了。不过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比我更有权柄，我连帮他拿鞋子都
不够格。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洗礼。他的手提着本机，将要将麦田里面的麦扫清、扫干净。麦子要收在仓库里面，麦盒就要用不会灭的火将它们烧掉。这是在马太福音第3章第8到12节。斧头用来砍树是一个基本的常识跟认知，在新约圣经里面却用来说明了上帝的审判。耶稣基督不曾说过斧头，但是他却明白地指出葡萄树枝必须被修剪的事情。耶稣基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与我连结，我也与他们连结，会结出许多的果子。因为没有我，你们能够当作什么呢？人若不跟我连结，就会如同干的树枝被人丢在外面，放成堆，丢在火里面烧了。”这是约翰福音第15章第5到第6节。锋利的斧头是用来做修剪的工作，我们说是去腐存精的一个工具。也就是说，就是非的角度来论，就是要去掉那种非，留下对的事情。对个人来说，就是要去掉恶的习惯，调整是非的观念，留下正确的思想。就对整体而言来说，就是要除掉那一些固执、坚定、不相信的人们。我们最近在灵性成长班里面，我们谈到约拿的呼召，就是尼尼微城的呼召，也就是这样相同的概念。上帝将救恩赐给了人们，也将他的怜悯赐给了外邦尼尼微城的人们。只要他们愿意离开恶，或是说将恶修剪掉，他们就必得到了救恩。但若是他们仍然坚持与恶同行的话，约拿先知的预言就必然要实现。这些行恶的人就必要被剪除。这正是圣经教导以及提醒。如同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第10章第13节到第16节他所提到的，他说：“哥拉辛啊，你要遭殃了；伯赛大，你要遭殃了。我在你们当中行过的神迹，若是行在泰尔跟西顿，那里的人早就坐在地上，披麻蒙灰，表示他们已弃邪归正了。在审判的日子，泰尔和西顿所遭受的惩罚，比你们所受的还要轻呢。至于你，迦百农啊，你要把自己捧上天吗？你会给摔到地狱去的。”耶稣又对他的门徒说：“谁听从你们，就是听从我；拒绝你们，就是拒绝我；拒绝我，也就是拒绝差我来的那一位。”那一些泰尔西顿所代表的外邦的人们，他们因着相信救恩、领受救恩，就得救了，必然要得救。
因为他们听见的福音早就披麻蒙灰，表达他们愿意弃邪归正的心，就如同当时候尼尼微城的人们一样。反倒那一些伯赛大、哥拉汛、加百农所代表的选民，或是我们现在说基督徒，他们心里刚硬的以色列人都会被剪除的。斧头对基督徒来说的意义和提醒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要继续心里刚硬吗？要被修剪还是被丢除呢？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很少看到斧头，但在信仰上面，它有它特别的象征意义，在提醒我们。愿主帮助我们。诗篇第6篇，上主啊，求你不要发怒谴责我，求你不要在烈怒之下惩罚我，求你怜悯，因为我衰残，求你医治，因为我精力耗尽。我的身心陷于痛苦中，上主啊，这痛苦要继续多久呢？上主啊，求你回来救我，因为你爱我。求你拯救我，在坟墓没有人纪念你，阴间也没有人颂赞你。我因悲愁衰残，夜夜我的床榻浸在我的眼泪里。我的枕头湿透了，我的仇敌使我哭泣，我的眼睛红肿，视力衰退。作恶的人啊，走开！因上主已经听见我的哀哭，上主垂听我求助的呼喊，他悦纳我的祷告。我的仇敌要遭受耻辱失败，他们在纷扰惊惶中突然退却。恳求主帮助我们在生活中谨慎，随主旨意而行，愿意被修整，继续使用，让我们成为上帝的仆人，使人得到福音的救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